詩篇78篇，我的民啊，你要留心聽我的教訓，聽我口中的言語。我要開口說比喻，我要說出古時的謎語，是我們所聽見、所知道的，也是我們的祖宗向我們所述說的。我們不將這些事向他們子孫陳明。要將耶和華當得的讚美和他的能力，並他所作的奇事述說給後代聽，因為他在雅各中立了見證，在以色列中設了律法，是他吩咐我們祖宗，要他們給子孫知道的。使將要生的後代子孫可以曉得，他們也要起來，向他們的子孫述說，好叫他們寄望於神，不忘記神的作為，唯有遵守他的命令，不是像他們的祖宗，是頑梗叛逆、居心不正之輩，他們的靈向着神不忠心。以法蓮的子孫帶着兵器，拿着弓箭，臨陣之日，卻轉身退後。他們不遵守神的約，不肯遵行他的律法，又忘記他所行的和他向他們所顯奇妙的作為。他在埃及地，在所安田，在他們祖宗的眼前施行奇事。他將海分開，使他們過去，又叫水立起如雷。他白日用雲彩，中夜用火光引導他們。他的曠野裂開磐石，多多的給他們水飲，如從深淵而出。他使水從磐石湧出，叫水如江河流下。他們卻仍舊得罪地，在乾旱之地叛逆，是告謝。他們心中試探神，隨自己所欲的求食物，並且出言頂撞神，說：神豈能在曠野擺設筵亭麼？看哪，他曾擊打磐石，使水流出，如同江河泛濫。他還能賜糧食麼？還能為他的百姓預備肉麼？所以耶和華聽見，就發怒，有火向雅各燒起，有怒氣向以色列上騰，因為他們不相信神，不倚靠神的救恩。他卻奔赴在上的穹蒼，又敞開天上的門，降嗎哪像雨給他們吃，將天上的糧食賜給他們。人吃大能者的食物，神差下糧食，使他們飽足。他使東風在天空颳起，又用猛力引起南風。他降肉像雨給他們，多如塵土；又降飛鳥，多如海沙，落在他們營中，在他們住處的四圍。他們吃了，而且極其飽足，這樣他就除了他們所欲的。他們貪而無厭，食物還在口中的時候，
他的怒氣就向他們上騰，殺了他們內中的肥壯人，打倒以色列的少年人。雖經這一切，他們仍舊犯罪，不相信他奇妙的作為。因此，他使他們的日子虛空中耗盡，使他們的年歲在驚恐中度完。他殺他們的時候，他們才求問他，回轉過來，切切的尋求神。他們也追念神是他們的磐石，是高的神，是他們的救贖主。他們卻用口謬迷他，用舌向他說謊，因他們的心向他不堅定，在他的約上也不忠信。但他有憐憫，遮蓋他們的罪孽，不滅絕他們，而且屢次使自己的怒氣轉消，不發盡他的憤怒。他想到他們不過是肉體，是一陣去而不返的風。他們在曠野叛逆地，在荒地叫他擔憂，何其多呢？他們再三試探神，躍動以色列的聖者。他們不追念他的能力和贖他脫離人的日子。那時他在埃及顯神蹟，在左安田顯奇事，把他們的江河與溪流都變為血，使他們不能喝，被打百瘡成群，落在他們中間，氣盡他們，又打發青蛙毀壞他們，他把他們地裏的出產交給毀王，把他們勞碌得來的交給群王。他用冰雹打壞他們的葡萄樹，用鹽霜打壞他們的桑樹，又把他們的牲畜交給冰雹，把他們的群畜交給閃電。他打發猛烈的怒氣，盛怒、怒恨和苦難，成了一群降災禍的使者，進入他們中間。他為自己的怒氣收平了路，不使他們的魂免於死亡，乃將他們的生命交給瘟疫。他在埃及擊打一切頭生的，在含的帳棚中擊殺他們的力量強壯時頭生的。他卻領出自己的民和羊，在曠野引他們如羊群。他令他們穩穩妥妥的，使他們不致害怕，海卻淹沒他們的仇敵。他帶他們到自己的聖地的境界，到他右手所得的這山。他在他們面前趕出外邦人，用繩子將外邦的地留給他們，接着分他們業產為業，叫以色列支派的人在那裏住在他們的帳棚裏。反倒退後，
行詭詐，像他們的祖宗一樣，他們版權如同詭詐的弓，他們用邱壇奴役他的怒氣，用雕製的偶像觸動他的妒忌。他聽見就發怒，極其厭惡以色列人。於是他離棄示羅的帳幕，就是在人間所搭的帳棚，又將他的約櫃交與人擄去，將他的榮美交在敵人手中，並將他的百姓交與刀劍，向他的產業發怒。他們的少年人被火消滅，他們的處女也無喜歡，他們的祭司倒在刀下，他們的寡婦卻不哀哭。那時主如行睡醒，像勇士因飲酒呼喊，他打退他的敵人，叫他們永蒙羞辱，並且他棄掉約瑟的帳棚，不揀選以法蓮支棚，卻揀選猶大支棚，他所愛的錫安山。他蓋造他的聖所，好像高峰，又像他建立永存之地。又揀選他的僕人大衛，從羊圈中選取了他，叫他不再因從那些帶奶的母羊，為要牧養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產業以色列。於是他按心中的純全牧養他們，用手中的巧妙引導他們。這是神的話。